甲边个讲吼，今仔日上好天，甲伊讲，今仔日上好天，你看，炎天赤日头诶，上帝恩典这是主诶日子。咱讲圣经讲，伫其中咱着欢喜来吟诗，伊是听诶主照顾引带咱诶日子，所以咱为着上帝所赏赐互咱每一个日子来感谢。咱来继续伫主诶面前来仰望，亲自来为着咱诶教会，互咱教会会当是伫任何倒一个时刻，兄弟姊妹搁较是彼此相听。了后，咱因为彼此相听，会当搁较互相熟悉，彼此共心，甲福音传了搁较远。咱也继续为着咱的教会，诚做是一个有上帝恩典能力同在的教会。咱恳求上帝圣灵，将恩赐赏赐互咱，也互咱诚侪圣洁的器具，会通将上帝的能力显明出来。咱就为这三样代志，同齐闭声来感谢，来恳求，请。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圣哉，圣哉！主，你是阮的上帝，你因带你看顾，你保守伫一切的事上，因你的慈爱比活命较好。人活的毋是伊活的，人的活命是对主你所来。主啊，互我活着的时阵，毋是看人安怎样啊活，是看主你爱我安怎样啊活。所以我伫你的面前恳求，主啊，来保守、来看顾、来扶持，互我伫主你家己的话语顶面来徛起、来徛在。主啊，会在一个正善的受得，求主你伫这当中来灭绝迄个正善的受得。主啊，互阮会通来接近你，因为你的听、你的慈爱是遮尔啊好。主，互阮的心伫你的内面恬静，互阮的灵伫你的内面欢喜。我靠耶和华所得的快乐，是阮一生的力量甲祝福。主，我们感谢你，无论伫倒位，唯独你伫阮身上成就你家己美好的旨意。耶和华，阮来到你面前，阮的心、阮的灵要找到平安的归宿，是因为你诚侪阮活命平安的归宿，所以阮就要伫主的面前讲。主将一切上善恶乐荣光归予你，互你家己的恩典疼痛，丰丰富富赏赐伫你的百姓当中。就愿阮今仔日伫主你的内面，甲你相同行。主啊，阁是感谢你所赏赐互阮的日子，伫你的内面阮会通做你欢喜的工，互阮宣扬基督的疼痛甲平安，互阮的脚无论踏伫什么款的所在。就是伫遐呢，会当带出上帝国的荣光。主啊，你亲自来保守、看顾，甲你的百姓三甲徛起，愿上善恶乐荣光归予你。感谢主，哈利路亚，靠主耶稣圣名。至圣、至尊、至权的主上帝，感谢疼痛照顾阮的日子，今日赏赐阮一个极好的日子。主，阮会通来到伫你的施恩宝座前。伫你的殿中来敬拜、来学乐，主愿为这的恩典来感谢。你是信实的上帝，因带阮，你的约永远坚固。照你的话所讲，伫安息的主日来到伫主你面前，分别这个日子最圣。主上帝，你特别用雅各的牛膝，就是你赐福伫雅各身上的福气来养饲阮。主，互阮的心伫你的内面得到平静安稳，互阮的灵因为你欢喜快乐，佮因为你家己的疼痛伫阮的身上，所以阮的脚步就稳当。感谢上帝所赐福阮一切的稳定佮疼痛，互阮也效法基督的疼，阮彼此相疼，愿甲主你更较连结，会通通过安尼兄弟姊妹，也更较是彼此相疼。因为阮彼此相听，互相熟悉，阮就更较同心，将着福音带到主你互阮去到位的所在。阮的脚踏伫倒位，福音就要伫迄个所在显明出来，也要伫迄个所在将主的名高举起来，互上帝你的疼痛充满，互人对阮的身上看到你家己。主因也甲阮同款，羡慕你的活命。对你的脚步来行，
愿上赞阿乐荣光归乎你，你家己的关灵充满伫你的百姓，互你的百姓真多福音的出口，高举基督的救恩，真多平安的使者，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来，请永传兄来报告。兄弟平安，平安。消息报告：第一，这月19至27，廖牧师正前往缅甸培训侍奉，敬请兄弟为牧者的侍奉得力，平庭平安，祈祷守望。第二，这月2日暗时7点半，伫教会1楼举行失乐之作专属回归，北印度犹太人回归特别聚会，敬邀兄弟一同参加收看。当日拜三的祈祷会改做的这个聚会。第三，正月25下晡2点半举办讲座，创新解码以色列用科技改变世界，台湾如何与之合作发展？地点：鸿运文创中心，南区新中路14号，欢迎兄弟参加。报名表单公布伫消息公布群组。第四，2月初7，礼拜六中昼11点半，举办全教会联谊聚餐分享会，地点伫小西门里活动中心，敬邀兄弟踊跃参加，以一家一菜方式进行，请记招待的登记报名。第五，新年度奉献地已经设伫个人奉献柜的所在，奉献柜的个人编号位置有做稍微调整，请兄弟留意。补充报告，以上报告，敬拜俄乐，请敬拜团。人讲阮往野花殿中，咱的心怎样？欢喜着跳。阿门。咱甲边个讲，我欢喜着跳来到上帝殿中来。我欢喜着跳来到上帝殿中。哈利路亚！所以上帝面前所有自救的百姓，拢是要来敬拜咱的主。我用客用的方式，好啊，兄弟，等下就跟着敬拜团，我做客，然后我一个用。大家请安好，天气凉凉啊，但是真好好天啊！伫线上或是实体聚会的弟兄姐妹都平安。好，咱拢准备心来到上帝面前。上帝面前所有百姓主接，上帝面前所有百姓拢来主接。上帝面前，上帝面前所有百姓拢主接。上帝面前，上帝面前。上帝面前，所有百姓拢尊敬上帝面前。上帝面前，所有信徒主敬。上帝面前，所有信徒拢来主敬。上帝面前，上帝面前，所有信徒拢主敬上帝面前。上帝面前，上帝面前，所有信徒拢尊敬上帝面前。咱请咱起立。对头来吟2摆哦，完全的2摆。上帝面前，所有百姓主敬；上帝面前，所有百姓拢来主敬。上帝面前，上帝面前，所有百姓拢主敬上帝面前。上帝面前。
世拢做一上帝面前。上帝面前所有神道主就，上帝面前所有神道拢来主就。上帝面前，上帝面前所有神道拢做一上帝面前。上帝面前，上帝面前所有神道拢做一上帝。也是咱的双手。向上帝下拜。哈利路亚！上帝感谢你，我的好天，我有真好一切福分来到主的面前。我若要来唱出我的感谢，有的一切的造物，你讲讲凡事谢因，所以主，我要来感谢你。主啊，我心大感谢，因为你大恩爱。主啊，我三个主旨，当心在下唱歌，我的唱歌出大声，求主稳定痛苦。一切完全的了。
啦，献出咱对上帝感谢，大家一声来祈祷，请。我的心啊，也伫我的心中有福，在我的六身，在我的六身之中。主啊，你互我肉身安然徛起，我的心要尊你最大。你互我肉身安然徛起，通伫到上帝的殿中。甲三弟兄弟姊妹，你所听堂的敬拜说，你的信徒三甲组织伫遮，要来感谢你。愿你会รับ阮要吟的诗歌，阮的敬拜，阮的娱乐，为着你的慷慨恩典，主啊，我要吟哈利路亚，是啊，着娱乐耶和华，哈利路亚，着娱乐耶和华。我们来吟。敬拜甲感谢，伫伊面前正水芳芳的说，互主通喜悦，因为咱所信的上帝，互咱有一个有福的脚骨，是靠着伊，咱正做义，会当得到永远的活命。我们学了伊这款的救赎，永远无衰。咱唱起歌来，有福的脚骨，耶稣是我。
这个信息，要来学到的信息，你继续会继续，咱要继续来传的是，咱为着咱心中望伊会当成做上帝的囝儿，伫你的家属，伫你的家庭为信者，咱齐声来祈祷，请。万人拢得去，无愿意一个人沉沦。主要对阮的厝内面开始，对阮的家族来开始，拢需要你的贵属。每一个人需要救恩，不是靠你家己好所行，咱是你极大的怜悯，但因着因信称义的福分，阮就有这款的确据讲，主，阮信靠你，就有天堂的入门票，阮信靠你，你靠要甲你永远靠你，直到永永远远。这是一份的确据，是一份的确据，是你对信靠你的人有一个永生的怜悯，是永远无搁收到转去的怜悯。感谢你，哈利路亚！主啊，阮何等欢喜，所以阮会唱，讲这是我的信息，这是我要吟的诗歌，互我学到你称颂救主，人美无煞，哈利路亚！在心我是我心我。感谢上帝赏赐阮、敬颂阮，无靠着家己的好所行，乃是你极大的怜悯。所以主啊，阮知影这条路是爱甲伊牵条，永远牵条一个路，因为上帝路是上界水、上界美善的一条路。我们用华语来唱。谢神，我们走在其中。上帝的路最美，我虽不明了，为何有朝失恋，常将我环绕？主用各样方法，连我相亲近，永远是不信靠，只被父上帝。上帝的路最美，上帝的路最好，我愿常依靠他，为他能引导。上帝的路最善，上帝的路最善，为他能引导。主恩我常披戴，你身为主火，在虽然领导，平安无烦恼。我要永远靠他至深之宝。上帝的路最美，上帝路途最好，我愿常依靠他，为他能引导。上帝的路最美，上帝路途最好，我愿常依靠他，为他能引导。从头来，上帝的路最美，我虽不明了，为何有朝失恋，常将我环绕？主用各样方法，连我相亲近，
说，为他能引导，再唱说，为他能引导。提声说阿门，阿门。天父上帝，你的疼痛，你的恩赐，你的信息，到伫如今，拢伫阮的身边陪伴阮。有时阮竞选家己的道路，阮就真容易伫遐道路内底滑倒、刺伤，甚至凄惨落魄。总是上帝，你犹原伫迄个所在等待阮。等待阮回头倒转来，求告你的名，你就伸你的圣手，牵阮搁再行。你是主信实的上帝，伫阮要做罪人的时阵，你就怜悯阮、救赎阮。所以，阮会通讲，这是有福的确据。主啊，愿所用敬虔甲感恩的心，诚实来到伫你的面前。主，愿求你洗清阮一切的罪过，赦免阮所有的过犯，才亲像你所应允伫十字架顶所成就的，将这全备的救恩成就伫阮甲阮的家庭，并阮厝内底每一位大大细细。主，互阮将着全家信主当作是一个重要的代志，将着全家侍奉耶和华，成做阮家庭当中重要的宗旨，叫阮一生一世踮伫耶和华的殿中求问，互阮一生的年日伫上帝你的面前，蒙恩典得恩赐得看顾，通叫阮的日子成做上帝你的欢喜，也通过你的同在，互阮的脚踏到的所在，伫遐就会当将主你的名见证出来。愿同心献上感谢，祈祷恳求，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同齐用主教示咱的祈祷，同心来祈祷，请。阮伫天年的父，愿你的名圣，愿你的国临到，愿你的旨意得成伫地人，亲像伫天人。阮的日息今仔日赏赐阮，赦免阮的过犯，亲像阮也有赦免过犯阮的人，无得带阮入得去，就叫阮脱离迄个歹，因为国、权力、荣光，拢是你所有，到代代无尽。阿门。请坐。继续，咱来用启文上读上帝的话。我来启下说来用何的时阵，三角来。上帝啊，求你保庇我，因为我得靠你。我的心啊，你捌对耶和华讲，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无伫你以外。用到世上的圣名，因又个水又个良善，是我最喜爱的。用别个神代替耶和华的，因的受苦要加添。因所交代的事，我无献上，我嘴唇也无提别神的名号。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是我杯中的份，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用色啊，让予我的地界，坐落伫佳美的所在。我的产业实在美好。我要称颂迄个指教我的耶和华。我的心肠伫夜间也警戒我。我将耶和华上摆伫我的面前。因伊伫我的正边，我就无抵到摇动。因此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徛起。阿门。感谢主。因为抑个，哎呦，因为你必无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无互你的圣者见羞害。你必将我的活命的道路指示我。伫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
伫你的正手中有永远的福乐。阿门。下面时间是牧师的正道，伊的正道题目是“自执是奉主，向外做使徒”。请来牧师。咱请同齐掀开周报第4面。周报第4面，咱同齐来上读本周主要的这段经文，3个做来读，请。伫安提阿的教会中，有几位先知甲教师，就是巴拉巴甲称呼年节的西面、古利奈人路求，甲分封的王希律同用的马念，并扫罗。因侍奉主禁食的时阵，圣灵讲爱为我分派巴拉巴甲扫罗去做我调因所做的工。对安尼禁食祈祷。凡手伫因的头壳顶，就催发因去了。因既然受圣灵差遣，就落到西流基，对遐尼坐船往基比路去。到了撒列米，就伫犹太人国会堂内传讲上帝道，邀约翰做因的帮手。经过全岛，直到帕弗，伫遐尼拄着一个有法术。加强先知的犹太人，名叫巴耶稣。这个人上甲封闭，事求保罗同在。事求保罗是一个通达的人，伊请了巴拿巴甲扫罗来，要听伊上帝道。只是迄个行法术的伊利玛，这个名翻出来就是行法术的意思，抵挡使徒，要互封闭。无信真道，扫罗又个名保罗，受圣灵充满，定睛看伊，讲：你这充满逐样诡诈奸恶、魔鬼的囝，正善的受敌，你混乱主的正道，也无止线吗？这时主的手加伫你的身上，你要青迷，渐请无见日光。伊的目睭立刻昏蒙黑暗，世界叫人牵伊的手带伊，封闭看见所做的代志，真稀奇主的道就信了。咱搁再一摆来祈祷。至圣的主上帝，你亲自赐恩保守看顾，因带阮。上帝，你的灵在阮当中运行，安慰一切忧伤，拭去一切目屎，用你家己稳定的听，就亲像阮所读的圣经，祝福遐个邪恶奸诈、白贼对阮当中受刷开，祝福阮亲自看见你的真光，对你的真光来行，圣灵啊！你伫初代教会怎样运行？今仔日，愿安乐圣教会也伫你的面前恳求这个稳定，圣灵大大运行伫你的教会，就是奉你的名所设立的安乐圣教会，诚做一个有属灵能力、官兵、医治、赶鬼。见证上帝的教会，愿你的名最圣，你的旨意得成伫安乐圣教会，亲像伫天年共款。同心恳求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咱会当三甲做伙行了更较近，咱是为着要会当甲上帝疼痛。传了更较远，耶和华上帝是疼惜咱的主。每一届咱三甲组织伫上帝面前，
拢干那是为着要来敬拜、来联合，要搁较济来经历上帝伊的疼痛甲同在。伊是主信实的上帝，要伫一切的事上保守、帮赞、引带咱。教会的团契小组，伊同齐做伙组织，是要连接彼此的相听。不单单是安尼，咱也通过这个小组三甲做伙组织的时阵，搁较是知影，咱要为着解决彼此的问题，互相带到扶持以后，咱将着咱伫小组内底、伫教会内底所经历的上帝，通过咱的脚行到迄个所在。咱着伫迄个所在，将上帝的名家留伫遐。这是昨的时阵去建基遐因迄个上基新结厂伫迄个所在所做的这个开工动土的感恩礼拜。感谢上帝的疼痛，伫这当中呢，亲自咱的兄弟姊妹、咱的乡亲的兄弟同齐做伙组织。招招咧20外岁，了搁有因公司的遮的员工同事，也搁有安南区的即个市议员，三甲同齐做伙到伫当中。咱看见咱的兄弟姊妹三甲做伙礼拜组织团契组织，上帝的名受高举，毋是干那伫咱的教会，毋是干那伫咱的小组。咱同齐组织来经历上帝，但是咱要将上帝的名带出去到伫外口的所在，咱要伫列邦当中来传扬见证上帝的名，伫遐做伙吟诗，伫遐做伙学乐，伫遐做伙见证上帝。牧师伫个所在伫遐有一寡信息的分享。了后的时阵，咱三甲做伙伫遐吟唱诗歌。唱摇花祝福满满的时阵，真有意思咱迄个时阵天空中怎在唱摇花祝福满满的时阵无飞白灵死来啦。毋过燕毋是伊燕燕规个空中拢总是燕听到迄首诗歌唱煞的时阵燕就完全飞去我感觉真有意思就是上帝的疼真正伫咱当中我着甲兄弟姊妹讲咱的歌声原来含迄个万米都拢来对咱做伙敬拜。所以亲爱兄弟姊妹，咱人三甲做伙去到任何倒一个所在，了后咱伫迄个所在，将上帝的名甲伊见证伫迄个所在，奉主耶稣基督名来动土。来伫个所在，来见证上帝，奉主耶稣基督名来祝福即块土地，奉主耶稣基督名来讲，即块土地要诚做真济人、真济家庭的祝福，诚做台南市的祝福，也诚做咱国家的祝福，甚至会当诚做台南的光、台湾的光。亲爱兄弟姊妹，咱伫上帝的听内底就是安尼。是伫教会当中，同齐超做圣灵的决策。迄阵的时阵建基遐就甲我讲牧师即马要来做动土礼拜，毋知要选倒一日较好。伊一工伫遐选来选去选到尾来的时阵伊讲无牧师，咱正月17，因为我甲伊讲我过落来可能过爱到月底去，伊讲月底有较远。结果尾刷来刷去刷到正月17。结果伊一工昨的时阵，伊佫特别佫甲兄弟姊妹做见证讲，迄10几年前10年前的时阵因迄个新창落成的时阵嘛是正月17，即届动土的时阵跟伊遐真正甲讲的，迄个相片是迄个吹出来，因囝迄个 CEO 孟主所以伫迄所在爱伫遐讲，嘛是正月17。所以是一个真稳定的日子，阮伫其中看到，阮伫遐同齐做伙敲吹上帝的心意，上帝也将伊的心意来向咱显明。亲爱兄弟姊妹，这是一个上帝疼痛的所在。
上帝祝福的日子。圣经伫这个所在讲，伫安提阿的教会有几位先知甲教师，伫遮呢大概有5位，就是巴拿巴等等这5个人。咱看见伫教会内底，其实有真侪无相像的人相甲做伙。因这个所在有先知有教师，真侪人对着先知这个字有一寡就是因为受到民间信仰的影响，所以呢，咱就伫迄个所在讲这个先知就是知影你未来的代志。其实圣经内底所讲的先知，较毋是即款的功能。你看因遮的先知，因遮的教师，因咧做啥物代志？因伫当地伫迄个所在，圣经讲因侍奉主敬者的时阵，圣灵讲。所以遮先知甲教师上界重要的一项代志是啥物？侍奉主甲敬者两个是共款，就是因侍奉主敬者。伫即当中也讲到一项代志，敬者其实也是咧侍奉主，所以敬者是为着要超出上帝的心意，所以因同齐伫迄个所在求主。了，因伫遐呢超出上帝的心意的是圣灵，就对因讲，爱为我分派巴拿巴甲扫罗去做我调因所做的工。所以对迄个时阵开始，巴拿巴甲扫罗受圣灵的分派。调因去做所做的工，所以因去对迄阵开始，因诚做宣教士。亲爱兄弟姊妹，这个宣教安提阿教会是外邦人的教会，毋是犹太人的教会。犹太人的教会是耶路撒冷教会。了后，甲福音传到安提阿去的时阵，安提阿教会是外邦人建立的教会，但是因开始变做是一个车传的教会。咱的教会嘛，毋是咱家己建立，是台南省教会来到咱当中所设立。了，咱有5位的姊妹的家庭同齐做伙出来。所以从那个时阵，咱古早迄个老朝阳牧师有一届咧分享的时阵伊牧师娘甲阮讲，阮当初来安乐省教会的时阵，根本就是咧牧妇女会，全部拢总妇女，看到拢总妇女，所以迄阵中间遐嘛捌甲我讲过，讲迄阵咧开会的时阵，全部拢总姊妹，都敢若伊一个兄弟呢尔，咧开结束的时阵，所以总是安尼，上帝一路引带咱。所以圣经伫这个所在甲咱讲，圣灵讲分派因，我调我我去做我调因所爱因做的工。所以亲爱兄弟，圣灵毋是去成就咱的心愿。超出圣灵甲圣灵同工，乃伫迄个所在恳求知影未来的代志。圣经讲，先知的运势是安尼，是将上帝要做的代志甲咱讲，毋是要甲咱讲将来发生啥物代志。迄当然是其中的一部分，但是上界重要的所谓的先知这项运势。是知影上帝的心意，了后照上帝的心意去做，这就是先知的运势。所以伫教会内底，咱爱当心超出圣灵的决策。咱伫这当中教会久长以来，讲要为着教会修宪的代志咧讨论、咧计划、咧筹算。亲爱兄弟姊妹，用阮。何牧师搁再一届邀请你，咱拜托会当搁较济来为着咱教会修宪这样代志来祈祷。有真济的期待，有真济的变化。你来看讲来，咱若无看咱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你看后壁遮来，你看后壁牧师甲你记的这个所在遮，无这我无电啊嘛。遮，你看这，这山哪有人牵安尼啦牵甲有啊，这就是这你的时阵你看遮重，遮有顶悬遮电话趴伫遮，遮有几拍电话袂倒安尼嘿，所以就是要修宪，咱期待咱的厝内底会当水水，但是上帝的殿的确抑搁就是搁较爱水，但是咱。伫即当中咧修宪礼拜堂的时阵，会拄着真济问题。其实已经讨论几啊年啊，
但是一直拢无真好的决定。最近的时阵有一个好的决定，但是求拜托兄弟姊妹，咱会当三甲继续为着这个代志来祈祷，愿上帝赐恩帮助咱，毋是为着咱家己感觉到礼拜堂应该变做安怎，乃是伫主的面前讲主，阮修宪这个礼拜堂的时阵，求主你帮助阮，互阮知影怎样修宪，会通做上好的路用。所以这是伫当中，咱甲上帝三甲同行。伫教会团队当中，教牧团队、执事会团队、教会小组，还是全体教会，咱需要有无共款的恩赐的人。因为这无共款的恩赐，就亲像因有教师，因有先知，有的人是教师甲先知的恩赐合作伙，拢总有的。有的人是伫迄个所在灵敏人的，有的人是伫迄个所在有地理能力的。但是无论是安怎样啊，咱同齐来做这决定的时阵，毋是你一定爱照我的，毋是安尼，乃是咱三甲做伙敲找上帝，你伫即个时阵，伫即个季节内底，主你要做啥物货？并且咱会当三甲做，我相信这样代志，当因摊拄则咱通看到迄5位先知教师，因同齐做伙祈祷的时阵。到尾手，因得出一个结论，就是差派保罗甲巴拿巴去做上帝所吩咐因爱做的工。所以，咱嘛是同齐来敲找上帝圣灵的引带，因为感动你的灵来感动我，感动我的灵嘛会感动你，敢毋是安尼吗？的确是上帝伫这个教会内底，袂讲你感动你做一边，你感动你做一边，咱会当有无共款的看法。但是咱要做同一个方向的代志，所以求主帮助咱，互咱学晓顺探圣灵的引带。伫家庭内底嘛是安尼，咱可能要决定一个啥物大代志、小可大代志，咱嘛是的确着爱安尼彼此敲找上帝的心意，互上帝的旨意伫咱的家庭显明出来。安尼咱伫咱兜挂迄块牌匾。基督是我家之主，毋只有迄个意义，无干那挂迄块牌匾底下是要创看水。所以愿咱学晓顺探圣灵来同齐做伙行。教会是怎样的一群人呢？教会咱是同齐对白上帝来得到竞选，咱也是对着基督来得到拯救，并且咱是随圣灵的引带，并且咱得到圣灵的能力甲权柄。所以教会就是教会本身，嘛是三位一体。因咱的上帝、天父的上帝、耶稣基督、圣灵，因嘛是同款一个方向。因有无同款的想法，因有真济的想法，但是到伫落尾，因是合一的，因是同心的。彼得前书1章20讲，就是照背上帝的先见，咱受竞选，咱顺探圣灵得。成做圣洁，咱并且因为顺服耶稣基督，咱会通三甲成做一家人。所以，亲爱兄弟姊妹，咱是遮尔啊无共款，但是咱会通三甲做伙，同齐伫即个教会内底，伫即个时代内底，同齐来见证上帝的疼痛。教会同齐做伙组织，是为着要体验分享对基督、对天父所来得到的疼痛。也借着圣灵所赏赐的能力，咱彼此服侍，做上帝百般恩赐的好管家。咱也伫当中彼此相听，互相扶持，同齐见证上帝的疼痛伫咱当中。2月初7年尾就要到咱谈拄食的时阵明川兄有甲咱分享报告。2月初7的时阵，咱会伫咱这个小西门里活动中心一家一菜同齐做伙来食饭。当作是咱教会这个过年前大兴围炉是一个感恩的时刻。通过这个感恩的时刻内底，咱也三甲做伙伫遮呢来感谢上帝的疼痛，分享上帝的疼痛。总是亲爱兄弟姊妹吼咱就是一家一菜咱咧食饭的时阵，咱要怎样彼此相听，互相见证上帝伫咱当中呢？
我感觉伫这食，无论是食白费，还是咧食一家一菜的时阵吼，咱拢爱有一款彼此相挺的心。哦，你若讲牧师吼，看到迄吼去的时阵吼，今日吼喺中间遐奉献3尾龙虾，结果牧师去吼，就甲人一只拢甲硬走。哦，安尼就有较过分啊嘛，对无？哦，你听我的意思无？亲爱兄弟姊妹，咱学晓讲代志，哦，大声硬一顺，硬一顺啦就好。毋通吼安尼，总啊叫啊这3只虾啊吼，安尼无还袂食着先共拍包。你听我的意思无？这就有较过分啊嘛。所以咱伫活命内底彼此相挺，毋是讲伫空嘴布子，彼此相挺是伫生活当中展现出来的。我有一届去另外一间教会，因教会讲道煞了后的时阵，聚会煞了后的时阵有做伙食饭。了后因教会呢，迄牧师话讲来，即马吼即个70岁以上的吼，大声去硬菜。了后搁来才60岁以上啊，去硬菜。哦，了后吼60岁以下做伙去。了后牧师吼定定甲因讲。即个少年的吼，恁哦了较慢一点嘛，哦，恁的速度真紧啊！我知影吼，总是呢牧师因为甲咱讲，咱会学晓敬老尊贤。亲爱兄弟姊妹，检测即个话啊，伫即个时代内底啊，真侪少年人讲是安那，我著爱敬老尊贤，我缴的钱也无比较少啊。哦，总是，迄就是一个敬老尊贤。圣经讲啥？伫白头毛的人面前，你安怎？爱徛起来，所以我看到真地者拢爱徛好，你敢知影？所以亲爱兄弟姊妹，咱的活命就是安尼。圣经安尼甲咱讲，你就会感觉咱的活命内底，咱甲这个世界是无共款的。彼此相挺是见证上帝伫咱当中，通过这款尊敬，通过这款分享，通过互人大声硬菜。通过咱会晓为着后壁的人想少年因，知影咱有成有这个机会，但是咱安怎样会晓得照顾后壁人的需要，这拢是彼此相挺。教会中，上帝是掌管列国的上帝，基督赏赐予咱上界大的使命是传福音，并且咱是靠圣灵引带甲官兵咧见证主的名。所以，咱会通对头到落尾看到这样代志，圣父、圣子、圣灵，因拢是一位，但是3位当中又阁是合一的。所以，亲爱兄弟，咱的确着爱伫这事上效法上帝，效法耶稣基督，效法圣灵，因这款合一的心，用安尼来做见证。圣经讲。安尼就禁止祈祷，了后就因就伫这当中呢，开始坐船车派出去。安提阿教会伫这个所在，哦，伫这当中呢，安提阿教会伫遮。那么呢，这因对安提阿教会了后就往西流基，了用撒列米到了帕弗这个所在。这段路其实已经是地中海。那地中海呢？因为伫这当中啊，遮也搁较无要紧，但是呢，为遮搁过的时阵，遮的海风影就会足大，特别伫冬天的时阵，其实迄个风影会非常的大。所以呢，伫这当中，因对这个所在是对东边一定往着西边面一直行，来到伫基比洛这个所在，了后伫这个经过圣经讲，因经过全岛伫遮。行陆地了后来到帕弗，这是另外一个港口。这个港口城市，伫遮呢发生一寡代志。咱伫遮来传福音的过程，会拄着一寡问题甲困难，但是咱毋是靠着家己传福音。使徒行传某一部分来讲，有人安尼讲，伊搁较重要的，伊搁较正确的翻译，应该是圣灵行传，就是圣灵。咧引带这使徒做工课，所以呢，使徒行传又搁称作圣灵行传。咱顺探上帝的圣灵，咱得到属灵的权柄，咱才有法度去传福音、去征战、去医治、去赢过邪恶的权势。
因伫遮呢经过全岛，一直到帕弗，了后伫遐呢拄着一个法术加强先知的犹太人，名叫巴耶稣。这个字真有意思。巴耶稣的意思毋是姓巴，名号做耶稣，毋是。巴耶稣的意思是耶稣的囝。所以这个人伊号名叫做耶稣的囝。了后呢，伊伫当中呢加强啥先知，毋过伊是犹太人。那么伊又搁安怎行法术，有能力行法术，所以这个人伊变做啥？伊是综合宗教的。用咱即摆来讲的时阵，有淡薄仔亲像古早咱咧讲啥阿两教有无？儒道释约会三个合做伙的。所以伊伫即当中呢，又搁是犹太人，但是呢，又搁行法术，又搁怎样加强先知。所以即个人伊搁号一个名叫做巴耶稣。你会当看到伊即个人，伊的心上有真济的机灵意思，行法术。但是呢，伫这当中呢，即个人时常甲封闭事求保罗同在。事求保罗呢是一个通达人，通达人就是讲伊会想，伊会明白，伊会了解，伊知影即个巴耶稣会行法术，伊感觉即个人嘛不止啊真厉害。总是呢，伫这当中讲啊，迄个行法术的伊利玛，伊利玛毋是另外一个人哦，伊利玛其实就是巴耶稣，但是这是伊的名号，就是某一部分来讲，我姓廖，我有做牧师，伊利玛就是行法术的意思，牧师就是传讲信息的人的意思。了后呢，伊要抵挡使徒，叫封闭来毋通信主。使徒受差派来到当中，帕弗这个城市是怎样一个城市？伊即个城市伫希腊是非常伫即当中是一个非常出名的城市。伊有一间神庙是奉献予苏利亚的女神，就是圣经旧约界翻做阿斯塔洛。根据历史学家达西多伊的记载，这是古早的时阵腓尼基的礼仪来祭拜，其中包括甲油压伫一块圆锥形的石头顶面，其实这是查甫人的性器官的象征。所以你通看这个所在，这是迄间庙，这个阿斯塔洛女神的庙的遗址。伫这当中呢，教单敢若分了这几支条啊。但是这个庙呢，因为是靠近港口，所以呢，伊伫这当中希腊的历史学家伫公元前5世纪甲伊写出来。伊讲到这样代志，讲伫这个城市内底，上界恶劣的巴比伦的风俗，是互这所在的每一位女性，坐伫这个爱神，就是阿弗洛狄特的神庙当中，并甲其中生活的3分人进行上少一届的性交，就是无熟悉，但是安怎原来还没做伙性交。了后，所有女性无分官家贵贱，你看无论分官家贵贱，女性袂当拒绝3分人所付的款项。若是这个3分人做出选择，因全部的妇女拢坐伫迄个神庙的边仔遐。了后，若是有查甫人经过，只要迄查甫人甲钱银等伫迄个妇人人，还是迄个查某囡仔，伊的这个骹腿的顶悬，迄个女性就爱受迫害，伫迄个当中受胁迫，就是无论你背啊周围的人拢会叫你甲伊做伙性交。若是生了较无遐水的女性，可能爱听候到几啊年了后，才有人来甲伊性交。但是一个真大的是，这款的女性会伫长时内底受真看轻。迄个风俗内底是愈侪人甲这个女性性交，这个女性会愈得到生命的保庇甲照顾。所以你会通看到迄个时阵的风俗内底。因就是为着一条筋仔，因就伫迄个所在等伫神庙边，了听候人来甲因做这上帝所无欢喜的代志，并且这诚做一款的风俗习惯。因伫迄个所在受真济的苦毒，无论迄个查甫人一生做啥款，女性拢袂当拒绝。这是伫帕弗这个城市，谈到迄个神庙，也是伫迄个城市。
这是伫帕福迄个城市所挖出来一个色情的马赛克的图片。安尼，我要甲各位讲的一样代志，就是讲福音传来到帕福这个城市，伊是容易还是无容易的？伊毋那干那是即个城市内底充满邪恶误会，伊个有法术，伊个有其他即个政治的势力介入伫其中。即个神庙所敬拜的神，就是即个到伫罗马手的时阵，希腊甲伊称作雅典娜女神，啊，唔系，维纳斯女神。所以，亲爱兄弟姊妹，伫这当中，你会通看到，伫这时代，其实维纳斯女神毋是一个正港的女神，伊是综合过去罗马、希腊因过去的这性欲的女神的综合体。阿斯塔洛啊，啥物就是所有这女神，拢甲伊放伫其中。所以，伊迄个城市是非常混乱的一个城市，尊元真意爱去到迄个城市，因为尊元伫敬尊人伫尊顶，了因拢伫迄个所在敬尊敬真久的时阵，落来甲落地，因第一项代志就是去神庙，并且因为着因的前途，因会去求问这行法术的人，所以这个城市非常的混乱。那么伫当中呢，咱谈拄也讲到有一个封闭或者事求保罗，这是罗马元老院所法官内底省长。那用今仔日来看的时阵，伊可能是省长，伊可能是州长，伊的权力比现处时的省长更较大。所以，亲爱兄弟，咱通看见。福音传到这个所在来，敢袂拄到非常大的阻挡的溃烂吧？一定会拄到非常大阻挡的溃烂，并且这个事求保罗，这个省长，伊的身边有一个巴耶稣，有一个伊利玛，行法术的人。伊行法术也阁不止啊，真厉害！伊千方百计伫迄个所在要阻挡。亲爱兄弟，其实咱有斟酌着注意这样代志无？今仔日咱的政府敢毋是安尼？政府会较爱来礼拜堂，还是政府会较爱去庙呢？你斟酌甲看。伫咱台南市看了，佫较清楚，敢毋是？建办来要选举的时阵哦，迄报纸新闻哦开始报哦啥物人去倒一间庙倒啥物人去佫倒一间庙罕得咧报讲啥物倒一个人去礼拜堂。但是伫即款的环境内底，福音敢就是无能力？我迄一天的时阵，咧备办即个工证的时阵，上帝伫遐呢提醒一样代志，毋是教会，毋是我无能力，是教会无有备好势来承接我的能力。上帝既然是至圣圣洁的主，伊就爱带伫至圣圣洁的百姓当中，咱若是尊主最大有偌济，咱会当实行的能力权柄就有偌济。伫咱的家庭内底是安尼，伫咱工作的场所也是安尼，任何倒一个所在，拢总是安尼。当的时阵咱的见机遐真趣味啊！伊就甲来参加礼拜的人讲一个见证，讲若我伫上基公司我的股份敢若20%伊有分红等下分红等下你去甲食红的对。了后的时阵，伊讲总是上基公司
所有的不动产拢是伊的手买入来。了，人伊讲哦，伊是福星。了，我就甲伊讲，有影，我就甲伊讲哦，你亲像哦，旧约圣经内底有一个人，或者约瑟，约瑟是受卖做奴隶，但是圣经讲啥？自将约瑟入去教伫波提法，哦，这个将军引导、参谋总长引导的时阵，圣经讲啥？耶和华因为约瑟的缘故，束缚伫波提法引导。哦，我甲建基兄讲了，建基兄讲，嘿啊，我就是要讲这个咩？亲爱兄弟姊妹，咱就是真做即一位受见证、真做人祝福别人的人。咱会当亲像保罗，带着上帝的权柄，因为你甲伊看讲，即个方便伊伫当中，即个省长伊伫当中受到遮尔啊侪的问题。伊伫迄当中呢，伊是一个有知识，伊也是一个掌权者，但是伊恳求会当明约上帝的道。咱会通看见上帝的道嘛，真正进入到伫当中，敢毋是？所以福音毋是干那影响一般的百姓，伊也震动也更新管理的结果。扫罗伫迄个时阵看到这个以利玛，就是这个巴耶稣。自称做上帝的囝的即个耶稣的囝的即个，伊就伫迄个所在受圣灵充满，伊定金来银虎来看即个伊利玛，伊伫迄个所在来讲出即段话，讲来，你这充满但样诡诈会奸恶魔鬼的囝，正善的受得，你会通看到即个话是充满真怎样非常大的审判的权柄。保罗毋是伫迄个所在下久未论得少。咱继续看圣经的时阵，咱倒转去看圣经的时阵，看到有另外一个人吼做士基瓦，有7个囝，但是即个囝因这囝吼安怎奉耶稣基督名咧赶鬼着？你啊，迄鬼吼甲因讲一个代志，哦，保罗我知影，保罗所传的耶稣我嘛知影，啊无请问恁是虾米人啊？结果的时阵，遐鬼怎跳起哩，士求保罗咩？跳起哩迄个啥物咧？士基瓦因遐囝的身上。亲爱兄弟姊妹，保罗伊伫即个所在来宣告遮尔大的判断，伊有一个介重要的这样代志。圣经讲啥？伊受圣灵的充满。伫咱咧服侍的时阵啊，有个人因去庙里的时阵伊有一寡人就是去庙咧，经过庙的时阵伊就咒诅迄个庙你无安尼我讲，咱的官兵若无到遐尼大的时阵了后来咒诅迄个庙，到尾手的时阵，迄个邪恶黑暗的势力会倒转来攻击咱。圣经讲，咱是靠上帝的圣灵咧做代志。耶利米14章14节，耶和华对我讲：遐先知托我的名讲假预言，我并无找法因，嘛无吩咐因，嘛无对因讲话，因恁所预言乃是虚假的异象，并且因占卜以这虚无的代志，以及啥？因的内心本来就诡诈，因是要互人看讲，你甲看我有法度讲上帝的话。有一届的时阵，我聚会煞了的时阵，有一个人来走来问牧师讲：牧师，你哪会有啊？有的时阵你聚会煞你唱歌敬拜了后的时阵伊就会伫遐讲一寡上帝话。有的时阵你哪会拢无讲安尼啦我甲伊讲上帝无讲，我是要安怎讲？你嘛逐家拢甲伊踩伫遐，拢牧师家己讲。亲爱兄弟姊妹，毋是安尼。咱爱真斟酌圣灵同在能力甲权柄，咱毋通假冒圣灵讲话，毋通为着要证明，也是要互人看到讲我廖牧师足够，所以就乌白讲话，毋是安尼。但圣灵感动的时阵一定爱讲。就亲像保罗，伊虽然面对着这个行邪术的人，伊知影伊的身躯有即款的力量，
但是伊更较知影圣灵的能力赢过这个巴耶稣，赢过这个伊利玛。圣经讲，阮所看到、阮所听到的，阮袂当无讲。咱爱真细致，传讲这话语的时阵，是将荣光归予上帝，毋是我会当，是上帝的大能力。咱安尼来看。保罗伊是上帝的使徒，伊宣讲见证了，伊显明权柄。巴耶稣伊是假先知，伊是术士，伊主动伊顽强上帝的真理。但是伫迄时阵，保罗赢过伊，互伊暂时失明，伊无得看。所以，亲爱兄弟姊妹，咱伫即所在看的时阵，有另外一件代志，就是咱得到权柄。亲像保罗得到这款的权柄，伊并毋是就坐伫迄个所在，叫这个巴耶稣落地狱，毋是哦。咱有诶时阵哦，甲人传福音哦，传啊不知啊真久诶时阵哦，传到吼，咱安尼下句袂论你扫，你落地狱好啊啦。哦，咱就从安尼从啊甲伊护倒转去啊。啊，人保罗也无安尼吼，保罗真有耐心伫迄个所在，但是伊使用上帝诶权柄，伊讲你这个正神诶修德。你知影这样代志，正神的修德，这句话是非常重要的一句话，就是讲，咱人一切的良善是对上帝遐所来的。当咱阻止一个人信上帝的时阵，其实是怎样？是阻挡伊倒转去到上帝的良善内底。一个人若是无有上帝，伊若是无掠上帝做伊的上帝，伊虽然到落尾手有非常的成就，但伊会高举家己等于上帝。这毋是一般的人，就是牧师嘛会安尼。所以是安怎圣经内底讲，我若极大，是安怎伫这当中会做会产生这款代志？只要一个人伊骄傲到一个程度，感觉我无需要上帝的时阵，就真容易进入败害之中。所以咱得到权柄，毋是要证明家己牛，嘛毋是要伫迄个所在互别人败害，毋是。得到权柄上界重要是要为着互人信靠咱的主。保罗伫迄个所在对着伊利玛讲，这是主的手加伫你的身上，你要猜命，暂时无看到光，伊毋是互伊永远猜命。保罗这句话内底有两种意思，一种意思是你的灵性上的猜谜，所以你即时看袂到上帝。你毋是毋信，你毋是未信，你是现此时也无法度信。这等下咱来去讲了，咱通看见另外一件代志，就是伊的目睭真正是无看，但是保罗讲你是暂时无看，毋是永远无看。所以伫即时阵方便伊看到，就是这个省长伊看到所发生的代志，伊就非常的稀奇。啥物叫做看到呢？看到就是英语讲叫做 know how。know how 的意思就是讲，这个代志哪会安呢？了，伊伫迄个所在想看真久了，讲原来会有惊法术的。但是咧惊法术的伊利玛会做这个代志，做迄个代志，但是有一个能力比伊利玛更较高。安尼我当然是爱啦，相信的迄个较高的是较含慢的，我一定爱相信那个较高的呀。所以伊知影是安怎一个代志，伊的心内底就怎样明白过来。了，伊就非常稀奇这个代志。什么是稀奇呢？稀奇就是因为知影某一种原理，因为安尼伊无法度控制家己，伊欢喜也是惊就是非常的惊奇，讲哇，安那会安尼啊？我想讲伊利玛介厉害，无想到讲保罗的上帝更较厉害。所以怎伊的心怎明白过来？圣经讲啥？对安尼，你看着因做一个比评过了后。需求保罗，伊伫迄个所在，伊虽然是省长，伊是一个聪明人，伊会伫迄个所在敲吹，伊伫迄个所在聆听，伊对这样的代志来分辨倒转来，最后伊怎样信主啊？咱感谢上帝，愿上帝亲自赐恩伫咱的身上，互咱会通明白伫这样的代志。今仔日咱来侍奉上帝，咱是当心敲吹圣灵的感动甲差遣。
咱是咧回应上帝的使命。亲爱兄弟姊妹，真理甲邪术是对立的。有的时阵你看起来界性拢会互人感觉真惊奇，但是福音是显明上帝的权能。伊毋是要来定人的罪，伊是要甲人对罪恶中救出来，要甲人对着迄个邪术的惊吓当中，享受平安伫遐人的身上。所以咱倚靠圣灵掌权的教会，圣灵引带掌权的教会，一定有车传。一定有新约，伊袂失去控制。总是咱得要紧紧安安来跟对咱的主上帝，咱就会同齐得到这权柄。所以新约毋是为着家己的名声，毋是为着地位，是为着要引带人，互人甲上帝三甲同行。今仔日咱教会同齐做伙组织来敬拜上帝，来敲吹耶稣基督的恩典，来甲兄弟姊妹同齐。分享生活的点点滴滴，同齐经验上帝之爱在咱当中，总是咱袂当甲上帝关伫礼拜堂内底，咱来带着上帝的听堂出去到逐个所在，来将着基督的听堂甲救恩见证伫逐所在。请咱三个做伙起立请特别为着牧师。正月19要先去台北，因为是20这个飞机7点就爱起飞，所以呢，牧师的进前工就大先去台北，甲一个同工三甲做伙，了伫当中爱载一寡册过迄边，所以为牧师即个行程来祈祷。我伫准备这个讲章的时阵，上帝特别讲一项代志。上帝讲是我找你出去，但是这毋是你的工课，这是我对安乐性教会的祝福。所以呢，亲爱兄弟姊妹，请咱为着牧师祈祷，请特别甲这个代志放做这个代志。检测上帝透过这一届有特别的使命，要伫缅甸来发生，总是请你为牧师祈祷。也咱为着咱的小组，为着咱的教会领受圣灵的权柄加能力，咱去到倒位，咱就伫迄个所在带出上帝的权柄，亲像保罗赢过以利马，互封闭，互遐无认捌主的人，因看到上帝的权能，因就伫迄个所在，原来是安尼，因也要甲咱要甲因同齐做伙敬拜咱的主，咱的上帝。开声来祈祷，请。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圣哉，圣哉！主，阮的主，阮的上帝，阮伫你的面前来祈祷，阮当伫这个所在，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宣告：上帝，你会听，甲阮三个同在。细囝为着家己搁再一届要到伫这个缅甸去服侍的时阵，主啊，你亲自用你权能的圣手来换手伫细囝的身上，就亲像早前主你亲自施恩。伫其中，用你家己的权能来洁净，用你的恩典，因着圣灵的同在来充满伫其中。主啊，带着你的能力，带着你的权柄，会让伫当中来和教会、和这些新学生同齐做伙来伫这里，甲主你三同行。你是主，是上帝，你亲自引带，你照顾。主啊，毋是阮会当做啥，是你要伫阮当中来行做。或者一切的代志伫主你的内面来领受活命的恩典，也我愿恳求赐恩伫你的教会，祝安乐圣教会，诚做一个领受上帝国权柄的教会，伫上帝你所赐予的权柄能力内底，主甲你的百姓同心同行。你是耶和华伫一切的事上显明你至大的权能，也要照你家己的慈爱怜悯。丰丰富富赐福，互你的教会会当照主你的心意，显出上帝国的权能。主啊，愿感谢你，唯愿你伫这一切事上继续赐恩伫你的教会，也赐恩伫细囝的身上，互阮拢会当诚做上帝你的器具，一生为你来活，诚做别人的安慰祝福，互你家己的恩典。
丰丰富富，充满在其中。感谢主，你的主爱永远伫地。感谢主，哈利路亚！祝你祝福和安乐圣教会，真做一个听的教会，真做一个祈祷的教会，真做一个传福音的教会。祝愿回应你祝福伫安乐圣教会以上，你啊祝福和阮2026年行了更较近，传了更较远。你继续赐恩，和兄弟姊妹彼此相听的心，甲主你更较紧紧相连，也通过伫小组内底。这款彼此相听、互相担当的这款的恩典，主阮甲你的名、甲你的听、甲你的救恩，通过阮骹步所踏的所在，将你的名带到迄个所在。主互安乐圣教会每一个小组、每一个团契、每一位兄弟姊妹、每一个家庭，全家隆重信主，全家服侍耶和华，会当带着使命向前来行。着阮去的所在，伫遐来见证主你的名。愿感谢、祈祷、甲恳求，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请兄弟请坐。咱感谢主，今日平东圣教会小淑凤姊妹来到伫咱当中，咱拍拍加欢迎，感谢主，谢谢。好，感谢主的恩典，哦，真哦，感谢主，哦，哈利路亚，谢谢主，谢谢，哦，请坐，谢谢，非常欢迎，感谢主的恩典。牧师改成3月初要屏东新教会款，对啊。好啦，还有其他新来兄做无？好，咱这是三个做用感恩的心来奉献。亲爱兄弟，就是奉献咱真做上帝圣洁的器具，互上帝圣灵带伫你的身上。保罗会当做的，你一定原来会当做，咱一定原来会当做。来，甲咱身边兄弟姊妹讲，保罗做的代志，咱嘛会当做。甲伊讲来，咱要真做传福音的教会。甲伊讲来，阿门！感谢主，三甲做起立，同齐来奉献。兄弟若兄妹，我虽不明了，为何忧愁失恋，常将我环绕？主用各样方法练我向精进，永远顺服心。慈悲不上帝，上帝的路最美，上帝的路最好。我愿常依靠他，为他领引导。上帝的路最长，为他能引导。我常披戴，一生为主活，在海虽然临到，平安无烦恼。我要永远靠主，他至圣之光。上帝的路最好，上帝的路最好，我愿常依靠他，为他能引导。上帝的路最美，我虽不明了，为何忧愁失恋，常将我环绕？主用各样方法练我向精进，
帝的路最美，上帝的路最好。我愿常依靠他，为他能引导。愿全能的主耶和华上帝，借着基督所享受的救恩甲竞选，将圣灵的能力、稳定甲权柄，坐搁较济加添伫你的身上，互你靠着圣灵的开力，见证基督的救赎，将荣光归予爸上帝。各愿你的身体、灵魂拢得蒙保守，你的奉献得蒙业立，照主耶和华所应允的，人若献得甘心，是主上帝所业立。耶和华上帝也要赐福，互你甲你的全家。你手中所经营的工作，必然得到伊的坚固。伊要将着属天的福分对天赏赐互你，也要将着身体平安、家庭的和乐赐福伫你甲你的全家。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请坐，咱今日第一堂礼拜就到这，过一段落。上帝祝福大家平安。